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13，今日介紹假貨嘅第2集，OK，咁係咩嚟嘅咧？咁我上一集啦有講過兩隻貨品，一隻真一隻假，OK，咁我哋首先第一眼要睇啲咩咧？見唔見到？係啦，對比之下嗰個金屬嘅顏色，呢一個金屬嘅顏色咧係非常之自然嘅。然後咧下面嘅呢一個小水桶個金屬咧，呢一個咧係偏黃得嚟，會有少少嘅唔係好自然嘅感覺㗎。咁呢一個咧係因為佢本身 LB 嘅一個金屬咧，佢係用黃銅去製造嘅，咁所以咧佢嗰個質感咧上面咧會比較有少少偏銅黃色。OK， 好自然嘅，大家可以對比下嗰個感覺。呢個我 show 近少少，係啦。咁然後呢一個對比下，係咪好黃好燦嗰隻金色咧？咁自然望落去嘅話咧，呢一個已經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問題㗎啦。咁然後睇個手袋嘅顏色，呢一隻咧會偏白少少，呢隻會偏呢一個啡少少嘅。咁所以咧呢一個顏色咧亦都係唔啱㗎。咁當然啦，仲有好多鑑定點啦，記得繼續留意我嘅小短片啊！今日就介紹咗咁多先，我係13，拜拜。